就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就这个位置，别动了。哦，不要动，不要越跳越远啊。哦，出错了。不要开闪光灯！3公分长回去，前面这个。你把我压下去就了，上面的关系。它有挑起来。要把压下去，不要开。它要就开了自动闪光。最起码开闪光灯是不是啊？闪光灯不是因为相机品牌不一样，知道。摄像嘛，摄像里面学的。进出往中间一点。
非常感动。